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又係蘇師傅時間啦。嗱，上一條片咧教大家咧點樣處理一位數乘三位數啦。咁呢一條片咧就會去到一個應用題啦。嗱，先睇睇咧第一條嘅題目。嗱，妹妹有530元啦，姐姐有嘅錢咧係妹妹嘅4倍。姐姐有幾多錢咧？咁咧，姐姐咧有嘅錢咧就係等於530乘4啦。咁計都係咧2120元啦。嗱，第二個例子啦，一盒萬字夾咧有373個啦，三盒萬字夾有幾多個呢？咁咧三盒萬字夾呢嘅數目啦，都係等於咧373啦，再乘以3，咁做翻個算草啦，計都係1119個啦。嗱，睇睇第三個例子。嗱，每部計算機呢個售價235元啦，半打計算機嘅售價係幾多錢呢？嗱，首先咧，半打計算機嘅售價啦，就係等於每一部計算機嘅售價235啦，乘翻6。嗱，半打咧即係6部嘅計數機啦。嗱，做咗算草之後啦，計都係1410元啊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